福处大会，外道有九种转变论，外道转变见性。所谓行处转变、相转变、因转变、行转变、因见转变、性转变、缘分明转变、所作分明转变、事转变。大会是明九种转变见，一切外道因是起有无成转变论，分合行处转变为行处二见。譬如今变作自器物，即有种种行处显现，非今成变。一切成变，亦复如是。亦有外道作如是妄想，乃至是转变妄想，彼非如非亦妄想故。如是一切成转变，当知如乃落酒果定色，外道转变妄想，彼亦无有转变。若有若无，自心现。我性非性，大会如是凡愚众生，自妄想受习性。大会无有法，若生若灭，如见幻梦色性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离说偈言：行处时转变，四大种诸根，中阴渐处生，妄想非明智，最胜以缘起，非如彼妄想，连世间缘起，如干达婆城。尔时大威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为说一切法上士义、解脱义。欲先分别一切法相事不相事相，我及诸菩萨善解一切相事，较方便。不对如所说义，计着相事。善于一切诸法相事不相事相，及利言说文理妄想觉，有行一切诸佛刹土，无量大众，力自在神通总持之因，种种变化，光明照耀，各非善立，实无证据，无方便现，犹如日月摩尼四代，以一切地离自妄想相见，见一切法如幻梦等，入佛地心，以一切众生界，随其所用，离为说法，离因导致。悉令安住一切诸法，如梦幻等，离有无品，及生灭妄想，语言说义，其心转性。佛告大会：现在，谛听，善思念智，当为你说。大会白佛言：威然受教。佛告大会：无量一切诸法，如所说义，计着相事。所谓相计着相事，缘计着相事，性非性计着相事，生不生妄想计着相事，灭不灭妄想计着相事。
成非成，梦想继续上事。有为无为，梦想继续上事。地地自上，梦想继续上事。自梦想无间，梦想继续上事。有无品外道，以梦想继续上事。三成一成，无间梦想继续上事。福处大会，处及于还于众生，自梦想上事，以处上事故，还于梦想，如减足见，如人作事，以梦想事，自甜甜他。有无上事，上继续。福处大会，彼中亦无上事及不上事上，见一切法寂静，梦想不生故。菩萨摩诃萨见一切法寂静，福处大会，觉外性非性，自心现象无所有。随顺观察自心现量，有无一切性无相，见上事寂静故，以一切法无上事不上事相。福处大会，彼中无有欲北欲解，以对不如实觉知，有北有解，所以则合，为以一切法有无有，无众生可得故。福处大会，渔夫有三上事，为贪慧痴，急爱未来，有喜爱惧，以处上事，故有处上事。彼上事者，是我去。大会，上事断者，无有上事不上事相。福处大会，三合合言，作方便继续。识上事无间性，方便继续，即有上事。三合合言识断，见三解脱，一切上事不生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不真实梦想，实说上事相。欲知彼真实上事梦即断，以自性无知，随言说摄受。譬如彼禅堂，结梦离自甜，依夫梦想白，上事不观察。大会复别佛言：如世尊所说，以彼梦想，梦想彼性，非有彼自性，但梦想自性呢？大会别佛言：世尊，若但梦想自性，非性自性上大者，非为世尊如实说，烦恼清净，无生过也。一切法梦想自性，非性故。佛告大会：如是如是，如你所说。大会，非如依夫性自性梦想真实，此梦想自性，非有性自性相连，非有性自性相连。大会，
如性地有性自性，性地性见，性慧眼。如是性自性地，大非白慧言。若属若性，以性地性见，性慧眼，非天眼，非肉眼。性自性如是地，非如依夫梦想。世尊，分何依夫离是梦想？不觉性性事故。世尊，彼亦非颠倒，非不颠倒，所以者何？为不觉性事性自性故，不觉离有无相故。世尊，性亦不如是见。如是梦想，不以自相境界为境界故。世尊，彼亦性自性相，梦想自性如是现，不说因无因故，为对性相见故。二境界，非如彼等如是无穷贵。世尊，不觉性自性相故。世尊，亦非梦想自性，因性自性相，彼分何梦想非梦想？如实地梦想。世尊，梦想义自性相义。世尊，不相似因，梦想自性相，彼分何个个不梦想？依夫不如实地，然为众生离梦想故。虽如梦想相，不如实有。世尊，何故惹众生有无见识自性计着？圣地所行境界，计着对有见，说空法非性，离说圣地自性事呢？复告大会，非我说空法非性，亦不对有见说圣地自性事，然为令众生离恐怖故故。众生无始以来计着性自性相，圣地事自性计着相见，说空法大会。我不说性自性相，大会，但我自即得如实空法，离惑乱相见，离自心现性非性见，得三解脱。如实因所应，以性自性，得言自觉观察住，离有无事见相。复次大会，一切法不生者，菩萨摩诃萨不应立实宗。所以者何？为众一切性非性故，及彼因生相故，虽一切法不生宗，彼宗即坏。彼宗一切法不生，彼宗坏者，依宗有待离生故。由彼宗不生，入一切法故，不坏相不生故，入一切法不生宗者，彼说即坏。大会，有无不生宗，彼宗入一切性，有无相不可得。大会，若使彼宗不生，一切性不生，离入宗，如是彼宗坏。
以有无性尚不胜故，不应立宗。我混论都个个，颠转因义上个，即为作个，不应立宗分。为一切法不生，如是一切法空，如是一切法无自性，不应立宗。大会，然菩萨摩诃萨说一切法如梦幻，现不现相故，即见觉归故，当说一切法如幻梦性。独为依夫离恐怖故故，大会。依夫对有无见，莫令彼恐怖，远离无好言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理说偈言：无自性无说，无事无相事，彼依夫妄想，如世事恶觉，一切法不生，非彼外道中。智境无所生，圣言所成就，一切法不生，非者不作相。彼种因生故，各者悉度灭。譬如亦莫是妄见对法相，继续成一言，依夫舍妄想。色是以三有，无有殊自性；色是殊自性，是为起妄想。相事悉研究，疑乱急进调。佛祖能超出远离诸妄想，非水最上寿，时常确爱生。依夫如是行，圣境即不然。圣人见清净，三脱三昧生，远离已生死，有形无所谓，修行无所有，亦无性非性。性非性平等，总是成圣果。分合性非性，分合为平等。为彼心不知，内外急飘动。若能怀彼者，心即平等见。尔时大会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世尊说，如攀缘殊智非不得，是色量，见念是色，所摄受非性，摄受亦非性。以无色故，智即不生，为色是名呢。云何世尊为不觉成自相共相，而不异故，智不得也？为自相共相，种种成自性相稳撇故，智不得也。为山岩石壁，地水火风众故，智不得也。为急远急近故，智不得也。为恼笑妄名至今不记故，智不得也。世尊，若不觉自共相而不疑，智不得者，不应说智，应说无智。以有事不可得故，若复种种自共相，成自性相稳撇故，智不得者，彼亦无智，非实智。世尊，由念故智生，
非无性非理念，故名为治。玉山岩石壁，地水火风急远急近，老少亡命，至今不记。治不得者，处亦非治，应是无治。以有事不可得过。佛告大会，不如是。无治应是治，非非治。我不如是因福，说攀言事，智慧不得，是事实量建立，各自心限量，有无有，我性非性，智理事不得，不得过。智以泥岩不成，顺三解脱，智亦不得，非妄想者，无事性非性，虚为实智，作如是智，实智彼不智，故以外事处所，相性作无性，妄想不断，自心限量建立，说我所想，接受计着，不觉自心限量，以智泥岩离起妄想，妄想故非我性非性，观察不得，以断见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偈言：有诸攀言事，智慧不观察，此无智非智，是妄想假说。以不义相性，智慧不观察，障碍急远近，是名为邪智。老少自今明，离智慧不生，离实有理念，说是亦说邪智。